每個人都為自己同家人嘅未來努力，但人生路上難免遇上挑戰，最重要係有人陪你一齊走過同面對。大眾最真實嘅擔憂，紮根香港近100年嘅 AIA 一直放在心上，所以我哋引領保障改革，將防線推前，以可持續嘅保障成為你一生專屬嘅健康守護。真正嘅保障唔只係事後嘅理賠，而係喺你嘅健康旅程上一直陪伴，喺你最需要嘅時候，俾你有選擇、支援同希望。一份長遠嘅安穩，源自最堅實嘅承諾。全港每3位有個人醫保嘅市民，就有1位將健康交託俾我哋。2025年醫療理賠總額高達103億，龐大數據背後代表住每一份付託，我哋都用心堅守安穩。98% 嘅預先批核個案，於2個工作天內妥善完成。我哋明白每個人生階段都有唔同嘅期盼，近50款涵蓋唔同範疇嘅醫療方案，用心配合你同家人嘅步伐，為你度身打造最合適嘅健康保障。面對疾病嘅路上，你絕對唔會孤單。我哋聯繫業界頂尖嘅醫療專家，由日常預防到病後休養，每一步都為你送上最溫暖嘅陪伴同關懷。我哋透過5大類醫療合作夥伴，為你鋪設咗完善嘅健康網絡，1500個香港網絡醫生點，出院免找數服務覆蓋超過700間中國內地醫院，隨時隨地為你準備超過25項優質嘅專科治療，安心面對未來嘅未知數。你為健康付出嘅每一分努力都值得回報，即使冇賠償，都可享有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等多項預防與健康增值服務，同埋無賠償獎金或保費優惠，同你一齊延續健康希望。AIA 以創新與專業與你並肩同行，守護健康未來。